高太，上次你講到做天台防漏工程要用啱材料，再跟足符合標準工序施工，先可以做到真正嘅滴水不漏。上條片你已經講咗唔使打擦面層防水工程嘅標準施工方案，今日不如同我哋講埋天台中層防水嘅標準施工方案。好嘅，如果預算充足，想做一個能夠長久有效又堅固，既防水層就做中層防水。無論做邊個方案，都要注意廠家標準、施工細節。不同公司喺產品配搭及施工程序都有差異。我而家又再用東方雨虹產品系列講一下中層防水系統產品配搭及施工要注意記地方。今次施工流程配搭咗兩款防水物料：東方雨虹防水英泥 YH931 同埋 YH910 防水黑膠。第一個步驟處理基層，要起底做中層防水，就要徹底打擦，直至清除至舊有防水層以下。見到堅實石屎基層0.2毫米到2毫米裂紋，就要作 V 型槽，清走鬆散砂漿及灰塵，批加咗雨虹 YH400 牛奶水、水泥砂漿做平整。之後都係用加咗雨虹 YH400 牛奶水嘅水泥砂漿做找平層，再做好科水，向去水口坡度最少做到1:80，即係1米長落位要低12.5毫米。能夠做到1:60更好。落水口周圍半徑1米範圍內，坡度建議做到1:20做漏斗形，加快排水以免積水。基層平整牢固，硬度夠。後面由防水層先有物理支撐，之後喺牆身與地面直角位置做連續圓弧抹角，減低應力。做完以上基層處理，等基層完全乾燥，就可以由防水物料。中層雙重防水方案呢度介紹用 YH931 防水砂漿同埋 YH910 防水黑膠，呢兩隻防水材料都必須分油2次，而且2次方向一定要垂直交叉。第一次橫向，等佢完全乾透，不黏手，之後第2次就縱向，咁樣先可以確保塗層厚度均勻，達到最高設計防水要求。黑膠乾涸後要做反最少1寸厚，記英泥沙做保護。最後用膠砂貼磚就完成。注意防水層厚度要根據說明書建議，先能夠達到防水效果。收到。高太，仲有乜嘢避坑貼士？提下我。有3個避坑貼士謹記：1、牆角或者平面同垂直構件交接位置都屬滲水高危位置，必須做圓弧，分散應力，在牆身做凹漏坑。由防水層至天台，完成面以上300毫米嘅凹漏坑內，防止雨水倒流滲入。做完中層防水層要做儲水測試，呢個唔慳得。臨時封閉去水口，儲水深度不少於20毫米，測試時間不少於24小時。檢查樓板底面及天花位置有冇滲漏水漬。收到。高太，不如你復盤一下標準施工流程同埋產品配搭。以下呢個圖表就概括起底與唔起底各自需要記物料、施工時間、技術要求、防水層有效期等建議。兩種方案各有優缺點，要快捷要平，適宜揀棉層防水；要耐用唔怕機械性磨損，防水層有時間又有 budget 就揀中層防水。唔同品牌嘅材料配搭都各有分別，市面產品繁多，如有疑問，不妨諮詢我哋嘅物料顧問。如果各位師傅或者業主都想徹底解決屋企天台、露台或者外牆嘅漏水噩夢，記住跟足標準施工步驟。有工程疑問，歡迎留言諮詢。揾高見，一站式防水維修物料就係咁簡單。